开嘎后，乃黑 K 一醒伤。在做运动之前，记得要先暖身，才不会受伤哦。待会我们会先做4种下肢的暖身。那第一个动作我们会让你的脚稍微向前跨一步，脚尖略微往上，让我们慢慢的由下往上去延伸我们的身体，吐气慢慢的起来。那记得2只脚左右要换边，吸气往下，再慢慢的起来。这个动作我们可以去延展到我们的大腿后侧，跟我们的小腿的后侧，还有我们整个腰背部。吸气，吐气，慢慢起来。那另外1只脚我们就踩稳，膝盖弯曲，慢慢的让我们的身体往下。回来之后我们要做的是第2个暖身的动作，我们会让我们的大腿抬起来，尽量让我们的膝盖靠近我们的胸口。记得在做的过程都要保持抬头挺胸。不管在暖身还是运动的时候，记得不要憋气，吐气慢慢的抬高，回来，再换边，吐气抬高。这个动作可以去活动到我们的髋关节，还有我们的臀部。好，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做的是像翘脚的动作。我们往侧边，跟刚刚的动作很像哦，尽量让膝盖往侧边延伸，一样可以去活动到我们的臀部，还有我们的髋关节。吐气，慢慢的往上，让它抬起来，吸气慢慢下去，吐气慢慢的往上，膝盖抬高，回来之后再换边，吐气往上，回来之后再换边。吐气，抬头挺胸。好，最后一个暖身的动作我们会让你的脚往后延伸，另外1只手可以保持平衡，膝盖我们要让它合在一起。回来之后再换边，膝盖合在一起。好，这个动作会需要考验大家的平衡感。如果可以的同学我们可以让你的脚跟靠近我们的臀部，去延展我们的大腿前侧。很好，那4个下肢的暖身就完成喽。待会上半身我们暖身的话，我们两只手掌心朝上，先稍微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调整一下呼吸，肩膀去放轻松因为现在很多人的肩颈都会比较容易酸痛，比较容易紧绷哦。好，接着回来之后我们可以让你的手叉腰，慢慢的往侧边去延展，回来。再换另外1只手，往侧边去延展，身体弯弯的，像一个英文字母的 C， 往侧边，会感觉到我们的身体的侧边整个被延伸开来，再慢慢的回来，记得调整一下呼吸，往侧边，再换边。好，最后我们让2只手抓在一起，慢慢的去转动我们的手腕，活动我们的手腕。接着我们让肩膀稍微活动一下。开嘎周都懂后哦，等一下我们暖身完就接着我们接下来的运动。开嘎来周运动喽！待会我们要做的是拳击的训练。拳击它是一个全身性的运动，也会帮助到我们的心肺。那大家有看过拳击手的姿势吗？会让2只手放在我们的下巴的位置，我们的脚会像这样子一前一后，让我们的左脚面对正前方12点钟的方向，我们的右脚面对我们2点钟的方向。记得我们的膝盖要略微弯曲，不要往后顶，不要锁死。这个时候，我们的右边的这只脚的脚跟会稍微抬起来，但是不会变成是像踮脚这样子。好，略微抬起来，不要让它踩死在地面上就好。拳击它主要是靠我们下半身出力，慢慢的传导到我们的身体，最后我们的手才会挥击出去。好，等一下我们先练习刺拳跟直拳。
刺拳就是我们前面这只手，它的速度会比较快速，像刺刀一样。那直拳会是我们的右手，伸直往前延伸，它的力量会比较大。好，刺拳手一样先放好到下巴的位置，吐气的时候，我们的手就跟着挥击出去喽。刺拳，记得让我们的中指面对正前方，我们的手腕要注意，不要让它掉下来，也不要抬得太高。手掌心都帮我面对地板。这个时候，我们的手的高度会大概在我们的脸的正前方。回来之后，接着我们换成是打出我们直拳的动作，右手往前延伸，一样，中指面对正前方，让我们的手臂尽量的往前伸长，我们的手臂会靠近我们的下巴，很好。接着我们要做出上勾拳的动作。上勾拳，我们的手会像这样子由下往上挥击出去。这个时候，我们的手肘会是90度的，手肘会是90度的。我们的手，我们的拳头会停在我们下巴的位置，我们的拳头会停在我们下巴的位置。好，让我们再一次哦，刺拳、直拳、上勾，右手一样上勾，非常好。上勾的时候，我们的手肘是90度的，所以要把我们的手肘固定好，千万不要做出像捞东西的动作一样。好，让我们肩膀放轻松，活动一下。手可以稍微甩一甩，或者是稍微转动一下我们的手腕。待会我们会把刚刚的动作衔接在一起。两只手我们放回来到下巴的位置。注意我们的前面的这只脚就是我们的左脚朝向正前方，右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我们做出刺拳、直拳、上勾、上勾，回来到原本的位置。刺拳、直拳、上勾、上勾，回来到原本的位置。那接着我们要介绍的是侧勾。侧勾跟上勾长得非常像，一个是由下往上延伸，另外一个是由外往内。一样要注意，我们的手肘是90度的，手肘是90度的，我们的手臂跟地板是平行的哦。这个时候，我们的拳头、手掌心一样面对地板。侧勾跟上勾的力量都会非常大，所以记得我们的身体要跟着去出力，把我们的力量带到我们的手上。好，待会我们需要做出6个组合拳的动作。先从刺拳、直拳开始。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所以你会发现后面2个动作是重复的。调整一下呼吸，我们手放回来到我们的下巴的位置。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拳击这个运动它是有节奏的，所以如果在家的话，我们可以跟着自己的速度去调整。调整一下呼吸，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很好。我们再一次哦。如果可以的同学，可以跟着我一起把速度加快。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但是我们把速度加快之后，我们的脚不能乱掉哦，还是要让它回到原本的位置再开始。手放回来到下巴，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你会发现在我们挥上勾跟侧勾的时候，你的肚子会需要非常用力。那一样，靠我们脚的力量，慢慢的把力量传导在手上面。手放回来到下巴，调整一下呼吸。我们再一次，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很好。如果可以的同学，我们可以试着把速度加快。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调整一下呼吸，回到原本的位置。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很好。我们再一次哦。刺拳、直拳、上勾、侧勾、上勾、侧勾，非常好。好，那我们可以让双手打开，慢慢的活动一下我们的肩膀。待会的动作我们会加入我们闪躲的动作。好，手腕稍微活动一下。等一下的动作啊，我们会先做出2个刺拳的动作，有点像是在试探你前方的对手。2个刺拳就会像这样子，1、
2，回来。接着我们一样衔接直拳，回来之后我们要做出闪躲的动作。闪躲的动作我们会像身体一样，会让身体像一个 U 字形，慢慢的蹲下，再起来。好，画一个 U 字形，慢慢的蹲下，再起来。好，我们先把刚刚前面的动作做完哦。2个刺拳搭配直拳的动作，刺拳、刺拳、直拳，回来之后再接一个闪躲的动作。这个时候你会需要靠我们腿的力量，把身体稳定好。刺拳、刺拳、直拳，闪躲，非常好。刺拳、刺拳、直拳，闪躲，非常好。想象一下，前方是你的对手，他会出拳攻击你，这个时候你要去躲他。好，刺拳、刺拳、直拳，闪躲。刺拳、刺拳、直拳，闪躲。那我们要稍微蹲低一点点，可以用到我们更多腿的力量。刺拳、刺拳、直拳，闪躲，很好。接着我们要把后面的动作完成，我们要做出的是上勾拳跟侧勾的动作，那都是我们的右手，就是我们后方的这只手。好，慢动作再一次哦。手先放好在我们下巴的位置，刺拳、刺拳、直拳，回来之后闪躲。接着我们让右手打出上勾拳，接着右手一样侧勾。所以前面2个是我们的左手，后面2个都是我们的右手，很好。我们再一次，手放好到下巴的位置，刺拳、刺拳、直拳，闪躲。记得是右手上勾，接着配右手的侧勾，上勾跟侧勾配在一起，记得还是要让你的身体回到原本的位置，不要太急喽。刺拳、刺拳、直拳，闪躲，接着右手上勾、侧勾，非常好。我们再一次哦，调整一下呼吸。如果可以的同学，可以像我一样把速度加快。刺拳、刺拳、直拳，闪躲之后，上勾、侧勾，非常好。手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刺拳、刺拳、直拳，蹲下来，右手上勾、侧勾。蹲下来起来之后，我们可以先让身体稳定住，之后我们再做出拳击的动作。很好，调整一下呼吸。刺拳、刺拳、直拳，闪躲，先稳定好身体之后，再做出上勾、侧勾的动作。刺拳、刺拳、直拳，闪躲，右手的上勾，右手的侧勾，非常好。刺拳、刺拳、直拳，闪躲，右手的上勾、侧勾。最后我们来慢动作复习一下。手帮我放好到我们下巴的位置，右脚跟左脚一前一后，让我们的左脚面对正前方12点钟的方向，我们的右脚朝向2点钟的方向。刺拳，手伸直，延伸，回来之后刺拳，很好。接着直拳，闪躲要记得像画一个 U 字形一样，慢慢的下去，起来。接着我们配出右手的上勾跟右手的侧勾，非常好。让我们把最后一次完成，用正常的速度，刺拳、刺拳、直拳，闪躲，右手的上勾跟侧勾。那我们今天的拳击的训练就到这边结束，大家多多懂后哦。大家来做运动喽。待会我们第一个动作，我们会先训练到我们的腿的动作，是叫做相扑深蹲。那相扑我们可以先让我们双脚稍微活动一下，就像我们相扑选手的姿势，慢慢的去往外转。大家记得调整一下呼吸，去转动我们的大腿。这个动作会训练到我们大腿的前侧，还有我们臀部的力量。在转动的过程当中记得我们脚要踩稳，保持平衡。好，接着我们就开始做我们的相扑深蹲的动作。像相扑选手一样，我们让2只脚稍微打开来。这个时候我们的脚尖会略微往外，我们的脚尖可以慢慢的往外转开。记得只要做我们的下半身的动作，下肢的训练，我们的膝盖都要去对准我们的脚尖。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脚尖它转得比较外，我们的膝盖就要把它撑开来。所以我们的手可以放在我们的胸前，慢慢的往正下方蹲下，
吸气往下，吐气慢慢的站起来，吸气往下蹲，吐气慢慢的起来。大家要记得让我们的脚掌都要踩稳哦。吸气往下蹲，吐气站直。站直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臀部会往中间靠近，往中间收紧，很好。过程中千万不要憋气，记得抬头挺胸，手帮我放好到我们的胸前。吸气往下蹲，吐气起来，吸气往下蹲，吐气起来。这个动作啊，有些柔软度比较不好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内侧有一点点被拉扯到的感觉，它其实也可以去伸展到我们的内侧哦。让我们再一次，双脚打开来，脚尖微微的往外转，记得让我们的膝盖对准我们的脚尖。我们先做10个，调整一下呼吸，吸气往下，吐气往上，1，吐气往上，2，吐气很好，3，吐气往上，7，吐气快的起来，5，吐气快的起来，6，吐气很好，7，吐气往上，8，很好，9，10，很好哦。记得我们下去的时候是慢慢的，起来的时候可以让速度加快。下去我们可以花个2-3秒的时间，慢慢的往下。吐气快的，一气呵成，我们就把身体抬高，让我们的臀部去用力。那这个动作就可以去训练到我们的大腿的前侧，还有我们的外侧跟我们的臀部。加上这个动作可以让我们的内侧稍微去伸展到。第2个动作我们会训练到我们的肚子的力量，这个动作叫做摆式。那我们就会需要准备一条瑜伽垫，慢慢的坐下来。坐下来之后啊，我们可以让2只脚的脚跟顶着地板，脚尖朝上。我们可以先让身体往后躺，躺着之后啊，我们让2只脚稍微靠近，让我们大腿去收紧，往中间靠近夹紧。调整一下呼吸，我们要试着把我们的肩胛骨稍微离开我们的瑜伽垫，让我们的双手靠近我们的大腿，手慢慢的往前延伸，先维持在这个位置。摆式这个动作很重要的是，我们的手跟着去摆动，嘴巴跟着吐气，所以要吐气吐出声音来咯。当你觉得脖子有点酸，肩膀有点酸，就可以稍微躺着休息一下。这个动作啊，在我们吐气的时候，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肚子像气球一样往中间往下压扁的感觉。吸气再慢慢回来，吐气你会感觉到我们的肚子像气球一样把气从我们的肚子送出去，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肚子会把它往下压得扁扁的，再慢慢的回来。让我们的双手在旁边也很重要，要跟着去摆动。我们再一次，让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身体的2边，双脚可以踩稳，脚跟踩着地板，脚尖朝上。慢慢的，我们先把我们的肩胛骨试着抬起来，脖子不能用力哦。起来之后，吐气。吐气会非常重要，因为这个是练习把我们的气从我们的肚子吐出来的一个动作。你会发现我们的肚子会需要去用力，肩膀放轻松，调整一下呼吸。待会我们再一次哦。好，让我们的双手放在我们的身体的2边，肩膀放轻松。起来的时候，我们试着把我们的肩胛骨离开我们的垫子，这个时候你的肚子它就会用力了。很好，吐气。
吐气的时候会感觉到我们的肚子要收得扁扁的，这个时候就可以完成我们肚子的用力的动作。最后一个动作啊，我们会去做我们的肩膀往外转的动作。我们会需要用到的就是我们的弹力带。我们可以找一张椅子坐下来，记得抬头挺胸。我们让2只手掌心朝上，手掌心朝上。我们的手肘像支点一样，接着我们让2只手慢慢的往外转开来，像我一样往外转。再慢慢的回来，吐气，打开，吸气，慢慢回来，吐气，打开，吸气，慢慢回来。大家要注意啊，这个动作我们的肩膀不要抬得太高，让我们的肩膀放轻松。我们的手打开的位置啊，就大概是往45度的方向。45度的方向在哪里呢？如果我们的打开到底是90度的话，我们45度就刚好是在中间一半的位置。如果我们手打开到底是90度的话，我们到一半就差不多是45度的位置。吐气的时候，我们把它转开来，往外，再慢慢的回来。吐气的时候往外转开来，再慢慢的回来。这个动作叫做肩外转。会训练到的地方是我们的背部靠近腋下的斜后方的肌肉。那这个动作对于现在久坐的族群会非常有帮助，因为大部分的人现在工作都是坐着，那都是在用电脑或者是滑手机，所以我们的肩膀它会略微的往内，所以这个动作是刚好是相反的，我们要试着把肩膀往外转开来。弹力带的难度也可以自己去控制哦，2只手抓得越靠近，难度就越高。如果2只手抓得越远，就会越轻松。记得我们的手肘是支点。如果从侧边看，我们的手臂是90度的，吐气的时候，我们往外45度的方向，吸气慢慢回来。吐气的时候，我们往外往45度的方向一起往外延伸，再回来。手肘的位置很重要哦，手肘的位置是支点，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让2只手开开的，这样子会非常容易耸肩。好，我们不能让2只手开开的，这样会非常容易耸肩哦。好，我们再一次调整一下呼吸，手掌心朝上，抬头挺胸，吐气慢慢的打开来，吸气慢慢回来，吐气慢慢的打开。吸气回来，这个动作啊，就是训练我们的背部腋下斜后方的一个肌肉。如果可以的话，在家我们可以操作个10到12下，让我们一次可以做个2到3组，中间都可以休息一下。要注意，如果你的肩膀会有酸痛的感觉，我们就要休息喽。如果肩膀会有酸痛的感觉，我们就要休息喽。2只手掌心朝上，我们再练习一次。吐气，慢慢的打开来。吸气，回来，很好。吐气，打开来。吸气，回来，很好。我们做最后一次，吐气，打开。吸气，回来。让我们今天的肌力训练就到这边完成喽。太嘎周都懂后哦。